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来念第一节、第二节来。天父上帝至大仁爱，你我心仰望不变，可修见到最最荣耀，你我主必喜喜乐乐，你的老母心从此美妙一光，我了不必经月气息，温柔我曾安所最后，咱来念就是圣诗301首。万人而乐耶稣尊名，这首咱可能较无熟，咱请苏琴来替咱弹全首。伫这个时阵咱爱注意就是会众爱吟顶悬的顶悬的可能麻烦唱歌队才来替咱吟下底安尼就是会众爱吟顶悬，上顶面迄逝上顶面迄逝安尼好，咱来试看卖第一节来。上顶悬迄逝，好，咱第一节咱搁来吟一届咱来吟第一节
来到你的面头前，要来敬拜你。愿愿欢喜的歌声，阮要来迎接12月圣诞节，你的降世，愿感谢主，你赏赐阮即个至大的恩典，互阮通食做你的囝子。主，阮从今仔日下礼拜对头到尾拢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主你来信心甲阮同在，互阮无论是今时还是咱做礼拜听牧师的信息，主你拢赏赐阮有道业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的真理。安尼感谢期待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这时敬拜时间，请用敬虔恬静的心来听候上帝的话。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三脚来吟圣诗301首，万人学老耶稣尊名，请起立来吟全首。Amen.
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平安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甲众兄弟同齐敬虔谦卑来敬拜阿罗你。那透过但牧师信息的传讲，也互阮的心灵搁一遍得到帮助甲造就。公义的主啊！阮国家伫12天后，也要选出新的国家层的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求助你的公义实行伫地上，互选举过程会当伫公平、公正、和平之下来进行，也属下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选出真正为国为民服务的首长。甲民意代表，阮将卑微的愿望完全交托伫主，听通看顾的主啊！但最近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有渐渐减少，我伫遮要献上感谢。总是现时天气也已经进入冬天，求主继续顺利圣手保守。阮无受新冠，也是感冒病毒的侵入。伫阮个人家己的保护措施以外，还佫有对你来的平安保守，互阮有健康的身体，安然徛起。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来启用，启用文。第39篇，也是以赛亚第二章。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一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释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因为将刀拍做镰头，这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这是三个来吟圣诗34首，圣诗34首。一个吟就好，天父上帝至大人来。
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21节。兄弟姊妹，你拢着我，着注意看遐个对阮的模样会是安怎咧生活。我已经有甲恁讲真侪遍，现在佫流目屎甲恁讲，有真侪人因的行为，互因成做基督十字架的对敌。因的结局是灭亡，因用巴肚做生命，因将见笑看做光荣，因只有关心地上的事。毋过，咱是天顶的光明，热切的听候对遐来的救世主，就是主耶稣基督。21节，伊会用互万有屈服的能力来改变咱卑贱的体，互咱变做甲因相反荣耀的体。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即时赞美主正万含奥妙，请圣公对。起早的追，你表现。
讲道，请陈牧师今仔讲题是天上的公民，天上的公民。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台湾新人医的奉献主日的时，受派到伫咱教会啦吼。这嘛意外啦，因为我昨昏是去南部主持一个迄个追思的礼拜。新人医本来是要安排我第三礼拜，总是我甲伊讲，我第三礼拜早就应人啊吼。我讲迄几若个月前就因人变啊，所以我无法度安尼吼。若要吼，第二礼拜还佫会使，因为我拜六去南部，所以你甲我安排吼，看台中还是中华呢？无拍算，拢无甲我讲的，中间忽然间甲我讲，牧师啊，阮安排你去新竹的公园教会啦，因为足接本啊。所以要甲伊拒绝嘛，歹拒绝安尼吼。不过真欢喜啦吼，有机会到伫咱公园教会吼，咱优秀的黄牧师咱嘛是福气啦吼，会当得到遮尔优秀的牧师伫咱的中间。顶礼拜的拜六，我有参加牧师的追思礼拜。当然牧师甲我有特别的缘缘吼。伊个牧师娘甲我同学，共班的同学，最主要是我新学生的时派伫安南桥教会实习，伊当阵还无牧师，我实习到过当年的3月4月，因就聘牧师到伫安南桥教会，所以我的实习就到遐结束安尼吼，所以有即定的缘缘，特别去参加。真欢喜有即款的机会啦吼！早起我想讲换要来赴咱华语的礼拜安尼吼，一入迄个电梯的时候，后面一个人安尼足亲就甲拍落去安尼吼，就是咱的王定国牧师啦吼。伊讲我2届吼，较特别的吼，会甲伊较亲切。我毋知影伊伫咱遮礼拜呢，会较亲切，因为吼，伫读新人院的时吼，就一摆遮的原住民的，因就招咧讲要去阿里山吼，音乐的报道安尼吼，就招咧讲招我去。我讲我毋是原住民的呢，伊讲毋系啦，陈牧师吼，伊咱阵都逐个新学生安尼吼，伊讲阮吼。马术敢若小可较弱就是所以你来甲阮斗互迄个安尼会较圆满。因拢总5个吼，5个有彪马，有阿美族，有塔罗哥，有台啊，有台啊，我会记2个吼，甲有稳正2个。可惜遮个吼，拢无伫咧，剩一个。剩一个啦，所以我有阵时爱安尼想啦吼，我退休了嘛，阮教会吼，实在是一直爱我转去，我拢讲我袂使转去。我伫遐40几年吼，特别42年吼，我搁转去吼，后来牧会的牧师吼会为难啦，因为我有一摆的时吼，我想讲久久转去一摆。即摆转去一摆的是礼拜线吼，这个要讲，迄个要讲，牧师晾在那边安尼吼。我讲迄袂使，其实我未退休，我就甲因讲吼，退休了吼，歹势啦。毋好讲牧师无情吼，我是汉人才会来，私下的感情拢无要紧，教会的代志迄拢无相像。恁甲我讲啥物吼，我干那会听尔，我无回应的毋好歹势。恁吼较歹势安尼吼，所以我尽量无转去。我牧特别42年的，但这我就是爱安尼讲吼，
趁了，佫有机会，因嘛想讲，什么时嘛，甲阮做阵诗班做阵练一下。我讲我即马吼，过去马术唱了真好，我即马吼，低唱袂落，悬的唱袂起哩。所以咱抑佫有机会，好好伫遐来把握机会，奉献咱所有来荣耀归上帝啦吼。真欢喜哦！阮一个好的姊妹吼，对少年的时，大家都足好啊。过若10年拢毋捌见面的吼，林英姊妹啦。阮足少年的时，就做阵伫教会就心地服侍安尼吼，心款的聚会做阵安尼吼，真欢喜有机会通见着啦吼。过若10年拢毋捌见面哦，咱今仔日通过新人院的安排，甲咱三甲分享。今仔日甲咱三甲分享的是天顶的国民。几礼拜前应该是2-3个月啊啦吼。有一个名人吼，曹兴诚啦吼，伊是中国大陆迄边出世的，有来台湾，嘛事业做甲非常的成功。咱在联电是创设的啦吼，联电后来嘛去中国投资，足济足努力。当时联电甲台积电是2大电子厂啦吼，拢不止成功。毋过联电就讲，中国的市场工人遐俗，所以我要去遐发展，总是发展了输咱的台积电啦吼，伊的股票的价值吼，无到咱台积电的1/10啦吼。这是真特别。不过我要讲这个人是前无偌久，忽然间伫遐来讲吼，我要做台湾的公民有个人会安尼甲伊吐槽讲，你是新加坡的人，你是台湾公民。伊阵啊放弃新加坡的公民，摕咱台湾的公民烧伊的身份证伊讲中国不可靠吼。当然伊有讲足侪理由，所以引起足侪人的关注照讲即款的人应该是中国派的吼，嘛统一派的。毋过伊讲台湾才是真正，我要做台湾的公民。这互我想到我今早起所要讲的即款的信息。咱基督徒有去意识到无？咱感觉若是即个地面上的公民，是咱嘛是上帝国的公民，这值得咱好好伫遐来思考。当然曹兴诚有伊的特别的选择，因为伊看甲真清楚，所以会选择这样事。当然，咱每一个人要选择什么，这是咱个人的选择。不过咱应该认捌清楚的是，保罗在写腓立比的批信的时，伊是受关监。咱可能咱在想讲，我做台湾的公民，做一国的公民，敢若无遐大的关系吧？不过我要甲咱讲吼，当菲律宾的信徒在收这张批，在讲恁是天顶的国民的时候，我想因的感受无相像。罗马公民甲毋是罗马公民，迄是差别天差咧地。菲律宾是出名的亚历山大吼，希腊的出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爸啦。因老爸就是菲利普咱若有机会去到马其顿去佚佗的时吼，应该去迄个广场好好伫遐来参观。迄两个广场足大的广场，相对安尼吼，过一条细细条的河，过一个桥尔。一边是迄个菲利普的广场，伊的雕像有够悬，佫大仙亚历山大的雕像颠倒较细汉，较细身。即个广场的内面相对，足侪人爱伫遐来看吼。
亚历山大当伊的对马其顿变成做希腊的大帝国，渐渐伊的势力往东边咧扩大，拍落菲律宾的时，伊用即个城，用伊的老爸的名来号即个城，所以即个城叫做咱今仔日的菲律宾。保罗进入欧洲的头一个城就是即个菲律宾。菲律宾城是罗马的一寡军队做兵当兵有的人讲已经退伍是讲已经离开迄个服侍军队，实际在面对前线的军队，伫迄个所在驻军伫遐，遮个人拢罗马公民罗马公民甲毋是罗马公民差别偌大希腊的世界的时，希腊人的公民无咧做事的，无咧做事生活要对来，所有拢是奴隶。咱若去读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时，就会甲你讲普通人免教育啦，教伊做一寡技术就好迄个教育的人是公民，迄个有知识的人，迄个人教育去管理就好剩的拢教迄个奴隶，毋是公民的，所以公民无咧做事的。罗马人承接即款的印象，所以因嘛是无咧做事，因为罗马管足化真侪是战争来的，真侪是因为罗马政府管了真好，我嘛来挖罗马政府，若无定定咧甲隔壁咧相战所以即款的当互伊征服来，迄个人拢变成做奴隶，迄个人咧负责罗马帝国的所有的即个工作。咱毋通想讲，儒家医生敢若罗安尼迄款的伫咱的社会，医生足受真大的尊敬。古早的医生嘛是奴隶呢，古早的一寡音乐家、艺术家，嘛是迄个贵族咧养饲的人嘛是敢若奴隶共款特别要摕到罗马的公民无简单。保罗捌就一摆去互掠关监的时迄个官就甲伊问讲，无代无志就先掠去，甲你禁一工，搁甲拍。过阵工，保罗甲伊讲，人是罗马人，你无经过审判，你就甲拍呢迄个官惊一个安尼你当时做罗马公民呢？伊讲我出世就做罗马公民。迄个官惊一个安尼。那咱讲官，我咧惊你什么公民？你台北市民、新竹市民拢嘛共款毋过迄个官就惊一个，讲正运到甲送出去拢无代志。是你是罗马公民无相像，保罗是安怎会到伫罗马？保罗虽然是一个犯人，毋过到伫罗马的时，伊无咧监狱内底啦，伊是外面租厝，有派兵甲伊顾安尼若定。世间做犯人也有遮好诶，是因为伊是罗马公民。伊伫地方审判的时人感觉讲，你审判了我不服，我要上告到底，上告到该杀啦。罗马皇帝，咱有阵时想袂通咱看清朝什么明朝，地方的元老爷就甲你判死刑，当时甲你执行就随执行去罗马帝国2000年前呢，2000年前一个公民就会当安尼，所以你就了解迄个公民的意识。所以保罗咧写批互腓立比教会，伫讲即个公民的时我相信迄个基督徒足会当了解。当咱基督徒，咱是天顶的公民，天顶的公民可能较等我会甲咱三甲弟仔来分享。保罗伫遮有甲咱讲，天顶的公民无相像的后果啦但咱伫即个世上，保罗伫讲什么？伫讲咱保罗伫写即张批的时讲，这人什么是伊的上帝？什么是伊的上帝？咱可能咱
就想讲，哎，上帝就天顶的上帝安尼若定。啊，其实迄个意思是啥物？保罗讲，这人是伊的腹肚是伊的上帝啦。啥物是对我有利的？我感觉讲对我较好的，我就照迄个去行。保罗咧讲的就是讲，这就是你的上帝哦。啊，保罗对即款的现象，伊讲我足伤心，一摆一摆甲恁劝勉，但流目屎，搁一摆甲恁讲。台语有一句话较传神啦吼，讲我今仔日目屎干咧，搁一摆甲你讲，哦，目屎干咧，搁一摆甲你劝勉，哦，讲恁这个人，迄个后果就是死亡，哦。保罗讲恁来学我，嘛学迄个亲像常常学我的人。保罗有啥物通学的？哦，腓立比书。咱若搁读头前第3章的较头前开始遐，就伫遐来讲，讲若要论要夸口的物件，哦，我足济通夸口咧。咱有阵时咱嘛会常常会安尼呢。我夸口啥物哦？有阵时讲的吼，嘛哦，我古早偌厉害咧，有影古早嘛偌厉害咧。有阵时讲的，我嘛会讲，我古早嘛偌厉害咧。读国校的时，拢毋捌写作业，老师看到我，佫拢当作无看是安尼过。阮的时代佫爱恶补到暗时偌暗咧吼。头一摆无写的时吼，老师就看讲，你怎无写作业？我伫遮转去的时，行到阮兜爱行1点钟呢。我伫遮都遮暗啊，佫转去佫食饭，洗骹手咧，佫困吼，我都爱困啊，我无时间通写。去你写数学，即题你甲我做看觅咧，我做都足简单，就做出来啊。要考什么？无迄个陈先生你起来讲这是安怎？拢对啊。老师过吼，规去到我遐吼，在咧行过，无爱看。有阵时讲的嘛，拢会夸口食的呢。保罗讲啥物？我若要夸口吼，我嘛足济通夸口。夸口啥物？讲我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犹太人的所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有阵时父母无一定是犹太人。保罗要强调的是讲，我的父母拢总是纯正的犹太人。第二样，我的族是便雅悯族。第三项，我是法利赛人。咱有阵时咱读圣经的时，咱的印象拢会法利赛人歹人。我要甲咱讲，你若做法利赛人吼，伫咱今仔日的时代吼，这足优秀的基督徒啦。逐礼拜禁食2摆，行到大路头，时间到就徛咧大路头伫遐就祈祷偌久啊。绝对1/10的奉献，咱偌济信徒甲伊会比哩。所以保罗讲我嘛是法利赛人的其中的一个。我第8天就守割礼。保罗讲，这个时阵若要夸口，我这个拢通夸口。毋过我今仔日我掠这个当作本数，掠什么最重要？掠耶稣基督最至宝。咱咧读这段的时，毋通随便解说圣经哦。圣经的前后，咱一定爱读个清楚。有个人想讲，保罗是咧讲，这世间的事，逐项拢家己当作莫管的，当作本数。其实保罗是咧讲，我只个通夸口的物件，过去我看作宝贝的物件，我家己看作本数。今仔日我掠耶稣基督做至宝。保罗要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就是要讲，你来学我，亲像我安尼掠耶稣基督做至宝，这样事来成做上帝国的国民啦。伊讲真可惜，有个人无掠这个最中心，无学着我，甲彼个对我来学的人，会才会好的模样，因掠家己的腹肚做上帝。我什么款的对我较有利？我就去做迄，
咱选举都要到，有个人讲，我捌碰到一个，当然伊也是无道啦，无啥来吼，就过先生基督徒，所以偶尔就来。讲有一摆就要选举啊，伊讲，我要转来苗栗，因为我讲，你迄个户籍也无煞来啊？伊讲无啊，我拢嘛转去选苗栗选举，几若年前安尼，一票都2000块，阮兜拢嘛无搬，拢嘛无刷籍，拢嘛伫遐，时间到转去投一个票就有2000块啊，咱掠什么最重要？掠咱的巴肚，掠咱的利益最第一要紧。迄个真做咱的上帝啦。保罗咧讲的是伫遮，所以咱常常咱做基督徒有阵时嘛会安尼呢。我敢若安尼较有利，安尼较有利，用迄个来咧判断咱的行为，来咧决断咱的行为，来咧决断咱的选择，这是真可惜。保罗讲，只个咱常常菲律宾的信徒的内面有人用安尼，但保罗要强调的，你毋通安尼定心倒转来，你来学我，亲像遐学我的人共款，这个无合伫上帝所欢喜的，你应该定心伫遐来改变。保罗伫遐来讲，咱看重肉体，搁较重要安尼吼。用即世间的肉体做第一要紧，咱去体贴。其实圣经的内面教示咱讲，咱若体贴咱的肉体，咱会变成做什么？咱会变成做败坏，特别咱若去读保罗写批迄个罗马的教会时，伫第8章底下有安尼讲咱什么？咱常常肉体甲咱的圣神是对立的，常常是争战的，咱有阵时去顺服肉体，咱顺服肉体就是败坏，顺服圣神是什么？是活命啦。迄有真大的无相像，迄个结局嘛真大的无相像。雅各书甲咱讲得较清楚，讲你若去体贴肉体，就是甲上帝做对敌，这是真严重的讲法啦，那保罗特别伫遮讲什么？讲你毋通阁再体贴肉体，你就亲像我的样式，学我掠耶稣基督做宝贝，毋通去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你会伫迄个中间生出什么败坏？保罗的批信，伊讲人不管你种什么，你一定会收成什么。你去体贴肉体，你就会收成败坏；你若去体贴灵魂，你体贴圣神，你要对圣神来受永远的活命。但保罗用这个伫遐来劝勉菲律宾的教会，咱甲世间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是顺服上帝、体贴圣神的人，咱应该甲一般的人无相像。咱承认上帝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创造者，上帝咧主导这个世界的一切。咱伫这个世上不过是敢若亲像人格，亲像架脚的。有一日，咱第时间，咱拢要倒转去，但伫这个中间，咱伫这个世上怎样行事为人，保罗伫遮有甲咱讲，有个人伊的行事为人是照伊的肉体，体贴伊的肉体，伊的巴肚就是伊的上帝。讲即款的人是甚物？讲敢若考虑即世上的代志。即款的人常常伊的行事为人的依据是甚物？我家己做决定。有影咱基督徒有阵时咱嘛会安尼，咱嘛想讲，我什么款的代志咱讲，我嘛会祈祷呢。毋过祈祷了是安怎？捌有一个人安尼
行路行到遮安尼吼，双车路到底我要到底往倒一边？看看咧讲，敢若即边较对呢？毋过我基督徒吼，当着选择的时应该祈祷咧。即款的基督徒嘛袂少哦。祈祷了后是佫举一支棍讲祈祷了后吼，即支棍倒对倒一边吼，迄就是上帝的指示。我甲咱讲吼，咱的祈祷千万毋通安尼啦，迄拢乌白来的吼。祈祷了安尼倒棍倒一边，毋过我就感觉即边较对，共款对即边。咱常常照咱家己的意思在行事为人，咱照咱家己感觉对、感觉好，特别保罗伫遮讲啥物？有阵时都忽略即项，像讲我是家己的主，咱常常家己咱伫做决定，无照上帝所意爱。1812年的时，拿破仑做法国的。咱知影法国1789还是1770就形成共和啊，所以意思就是伊是一个共和的迄个领导人啦。毋过伊当伊权力各方面有的时伊讲我毋是迄款的，我是要做皇帝，所以拿破仑自称做皇帝。咱毋通想讲迄都几百年前的代志吼，世界文明还未发展，咱到今仔日普丁嘛咧做皇帝，普丁做苏联的头人做几年啊？几啊十年啊呢？咱即摆习近平，你想讲伊敢若第3任无？那我咧看伊是第4任阁做落去啊。人有一日的是，当你有权有势。逐项有会当决定的时吼，忽然间拢无共去。拿破仑嘛是原来足有理想，法国人就选伊做法国的头人。当伊做头人，逐项拢有的时吼，伊变做皇帝啊。希特勒嘛是安尼啊，敢毋是？原来是一个对普通有理想的青年人做议员，愈做愈大，到政权伫个手中的时候。变做我要征服全世界，这个就是人的本性。照讲，有人嘛咧安尼甲我问：苏联毋是东正教，嘛是咱基督教，敢毋是？你想讲法国拿破仑的时代，敢毋是嘛是教会呢？德国阁是国教呢？当人有权柄的时，拢无相上去。咱基督徒嘛爱相当的细致，当咱有权有势，当咱去看的是，是毋是咱心内迄个骄傲赢过上帝？是我咧做我家己的主宰，毋是上帝咧主宰我，将万项事交伫上帝的手中，听叹伊的意思。拿破仑就是安尼，当伊的国家强大、军队强大的时，有一日伊甲苏联的大使安尼讲。你转去甲恁的皇帝讲吼，我要派兵，要恁苏联嘛爱归我管。这个大使甲拿破仑安尼讲，王啊，人爱细致呢吼，人咧计谋代志吼，是人咧计划，毋过生事毋通袂记得，生事是上帝呢。拿破仑甲伊安尼讲，你转去甲恁的皇帝讲。你甲伊讲，无事在我，成事嘛在我。基督徒到有某一个程度，咱有迄个权柄，有迄个气力，逐项会当做的时吼，咱有当时嘛是真做即款的呢。我咧计划代志，我咧成就代志，我咧完成代志，逐项拢是我。拿破仑结局是啥物？50万的大军倒转来，剩2500个，甲伊做阵转来。当然后来陆陆续续有一寡人转来，法国家己自称讲战死的甲破病死的有10万的军队啦。不过苏联的统计讲，毋止啦，阮卖总21万以上的
法国饼啊啦，买吼得要到6000只，有影？无事在人，成事在上帝。咱的圣经常常安尼甲咱讲，特别箴言、诗篇，拢有即款的假诗。毋过咱常想讲，我计划的，我完成的，我有迄个气力通好成就这个。天顶的公民，你是照你家己的意思来生活，还是你咧照上帝的意思来伫生活？当咱诚做天顶的公民的时，咱讲天顶的国民，咱是咧创什么？咱是咧称号上帝，咱是咧顺服圣神，咱要对迄个圣神来得到活命，得到荣耀，迄个才是真真正正迄个天顶的公民应该有的啦。咱有阵时常常忽略这样事，对到咱敢若咧看即个地面上的事，忽略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保罗有甲即款的人安尼，甲腓立比的信徒安尼伫遐来讲因的结局是甚物？因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保罗讲，我把世间的搁一摆甲恁讲，这个人用巴肚做上帝，因有一日就是沉沦。毋过咱呢，咱是天顶的公民，咱咧称号主，咱咧期待咱的身躯有一日甲咱的主三甲得到荣耀，来进入迄个喜乐的国度。这是咱应该有的迄个态度。咱地面上的事，毋是咱袂使关心。地面上的事，咱爱家己当作天顶的事来管理。咱长老教会有一个好的传统啦，毋知咱有去注意无？这个世界上界，我前无偌久看一个，讲这个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度，当然，迄可能2021年啦，联合国的评迄个较无共啦，所以讲我有看到讲，世界上兴的国度，当然迄个评价无共，伊会较注重经济，即个幸福的国家无拄拄干那经济哪样？经济爱好，最主要你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权利，你对社会、对环境各方面的评价，10个国家的内面我甲看咧纽西兰排第10、第9的以色列，过来敢若是荷兰，反正呢，荷兰、卢森堡、丹麦、北欧的国家拢入去。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我爱甲咱搁一摆讲，这个国家你有看到什么？这个国家的国旗瑞士，这个国家的国旗12架的轨旗。除了荷兰甲卢森堡，以色列除外，剩下拢有12架啦。咱原来会想讲，纽西兰咱是12架，我甲你讲，英国嘛是12架啦。是因为后来咱知英国叫做联合王国，就是联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这4个王国联合起来，咱定定毋好随便讲人讲 English， 你这 English 讲毋对啦，阮毋是 English 是英格兰的人，阮才叫伊 English 啦。我 Scottish， 我 Welsh， 我去的时候，我去英国的时候，讲阮有阮的语言呢，咱这是题外。英国是12架，后来要加遮的是另外搁加一支12架就好啊。所以咱袂变做12架以外搁安尼，你甲注意看，迄嘛是12架，是无相像车道的12架尔。纽西兰嘛有呢，伊搁加物件安尼尔。咱知影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冰岛，即5个国家拢是啥物？国旗拢平大旗，中央拢12架，拢画共款，颜色无共尔。啊，即5个国家到第9世纪、第10世纪，要进入第10世纪的时，抑阁是啥物？海盗国家啦，海盗抢劫落来，啊，毋过因抢转去耶稣基督啦。啊，即个变真做咱今仔日随时嘛是十字架，是伊的十字架，正方形的十字架尔。啊，是安怎十字架会变做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值得咱思考呢？咱爱好好伫遐来思考，是安怎？长老教会有好的传统，因为加尔文强调啥物？你咧即世间所做的事，咱无分胜输。我这是成的代志，这是世俗的代志，无迄个代志。世俗的代志嘛是神圣的代志。你安怎咧做你世俗的代志？你家当作神圣的代志来咧做即款一般的工作的时，你无相像。所以即款的国家会得到兴旺。但咱基督徒，咱伫即个世上，咱毋通袂记哩。咱毋通想讲我即摆咧做世俗的代志。你咧做世俗的代志，你安怎咧做？你是毋是照天顶国民的原则来咧做即个世俗的代志，来咧做即款的工作？你咧厨房，你咧做家庭主妇，或是你咧做学生、做工作的人，你安怎咧做？啊是这我是咧混饭吃的，啊是我这咧做神圣上帝通荣耀的代志？可能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来搁一摆伫遐来思考的。咱毋是干那即个地面上的公民，咱嘛是天顶的公民。天顶的公民，你有天顶公民生活做代志的原则，你有照迄个来实行伫即个地面上啊无？保罗特别甲咱讲，这是两种无相像的结局。一个你顺趁你的腹肚，做你的上帝，伊讲迄个结局就是沉沦。保罗足毋甘，搁一摆流目屎，搁一摆甲因劝勉。咱是天顶的国民，毋通袂记哩。咱天顶的国民，咱咧听候咱的主，咱咧尊趁咱的主来行。即个要有一日，互咱得到荣耀。即两项无相像的迄个结论，耶利米书第17章伫遐咧讲起，讲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无掠耶和华上帝做上帝，无甲伊当作重要，照家己的生活来生活的。讲伊要亲像什么？亲像生活伫沙漠中的杜熊，一种小动物，讲无水啊无拄好热坎的阴凉的所在的。另外一种是耶和华上帝最通夸克的，讲伊是亲像什么？亲像树开栽伫迄个溪水边，伊要照时无生，照时伫遐咧结果子无煞。咱今仔日，咱是即个地面上的公民，咱嘛是上帝国的公民。咱要安怎行事为人，咱嘛有两种的结局。咱是迄个有倚靠耶和华上帝，互咱踮伫迄个溪水边，时时伫遐来祈祷无生，照时结果子的人啊无。嘛，咱真期待，咱亲像菲律宾的信徒，咱毋但是罗马的公民，也是上帝国的公民，通期待咱将来是听候主要得到荣耀的国度的人。今仔日代表台湾新人院伫咱的中间，甲咱三甲分享3个礼拜，期待咱为着这间新人院，伫遐来三甲关心、祈祷甲奉献。我看咱旧年的中间有为着
台湾新人医奉献2万几箍啦吼，嘛咱搁再三甲为着这项事来三体祈祷，啊嘛用咱实际的气力，咱用金钱来支持。搁一摆感谢，互我有即款的机会来到伫咱的中间，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搁一摆伫你的殿里的内面三甲敬拜服侍你。阮感谢你，求你施恩，毋若呼召阮，互阮欢喜，成做你的国度的子民；互阮有愿欢喜，成做你国度的公民。原在的公民有责任有义务，求你也互阮好好来尽即款的义务甲责任，通将阮的生活成做荣光你的器具。愿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歹势，原来是有迄个影片吼，几分钟的影片的介绍，即马可能咱迄个音控的所在有小可问题安尼吼。台湾新人医吼是伫咱台湾台北啦吼。老实讲，我南部囡仔吼，西地出身的吼，我要读新人医的时，我嘛毋知影还有一间台湾新人医。因为阮教会当时有6个在台南新人医咧读册新学生，所以我嘛想讲，我嘛要考台南新人医吼。迄个阮的牧师甲我讲吼，要读新人医安尼，我甲你介绍去台北。我讲哈，台北有哦？伊讲有啊。伊是台南新人医毕业的学生啦吼。伊讲台南新人医吼，新人医的边仔就迄圆环啊吼，夜市啊，哇，闹热气气啊，食面啦，啥物安尼吼，搁将铁路也在边啊，铁路过天拢吼，就几分钟以上啊啦吼，搁台南迄当阵搁是飞机一个起飞吼，哇，过2分钟，拢爱停过2分钟。伊讲遐读册环境无好，我甲你介绍台北吼，所以我到伫台湾新人医啦吼，也有好学习的环境安尼吼。台湾新人医一直在努力即个方面，所以师资是足齐全啦吼，足齐全的所以会当培养真拄好的学生咱需要一年敢若8千几万，还是7千几万吼。大概最近较需要的是女性的宿舍，几十年吼，歹甲足严重啦吼。最近有修理迄个一个原来敢若边街的吼，我入去的时就住伫迄边街的吼，即马改做2间的吼，修理做女性的宿舍。总是迄个原来餐厅边仔迄个女性的宿舍，迄过了10年足老旧的吼，嘛爱整理，
搁一方面最近迄个，咱知影结婚了后才去读新人院的啦，人袂少啦吼，无像阮的时代吼，迄款人是少数，所以夫妇宿舍足少间的吼。即摆迄款夫妇做阵是讲工作了才去读的人真济，所以夫妇的宿舍足需要。若伤细间无法度徛起，搁一方面伤少间，这拢是真需要的建设啦吼。毋望咱三甲伫遐来关心甲带导，特别要培养这师资，培养这囡仔这学生将来要成做好的牧师，毋望咱三甲带导的中间，用咱实际行动伫遐来关心甲奉献。咱手中有即个奉献袋咱若要奉献来放伫即个内面。咱若今日无方便咱就原另工才来无要紧真感谢，互我有机会伫咱的中间，甲咱三甲分享上帝的信息，也分享新人院，毋望咱三甲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三甲来唱回应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书宪的同工。愿伫天父阿爸爸感谢你，我们学了你，赐予阮教养的智慧财富，予阮成做逐项温顺的好管家。即摆献上阮淡薄仔的金钱，予你所用，感谢上帝，愿你接纳，奉主的耶稣基督，阿免。请坐。这时，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欢迎陈牧师代表神学院来访，伫甲讲道请安报告。请兄弟为着台神奉献支持神学院的事工。第三点，下周主日11月20是彩虹音乐季，疫情有蓝天，首演差遣礼拜，2堂礼拜联合举行，礼拜时间是上午10点、10点，会记的。欢迎兄弟出席，并邀请社区亲友甲儿童来参加。第四点，小会11月初5有召开决议事项。第一点，2023年事工研讨会伫12月初10拜六伫教会举行，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半。参加对象是全体中职甲新任的中职。第二是明年度的定期会员会会定伫1月15日召开。按农历新春是在1月22号，每年的旧历过年是1月22，年假是1月20开始。请各机构提前编写会员和会手册，资料交施工报告和施工计划。迄日会中要举行
长老的方律甲执事的设立，团契小组机构的首长就任。第5点，顶礼拜圣礼典陪参者，台语有85名，华语是45名。圣诞节期的聚会活动有过，这有专人要报告吗？一点一点看哈。11月20上午10点是彩虹音乐季下礼拜哈。25日11月25上午9点半是社区彩虹音乐季，疫情有蓝天。12月10号拜六下午2点青年崇拜，除你以外。10月17拜六下午3点巧克力人生见证分享。18日上午10点30分福音主日代降节 ，Special Medical 主日学的哈。12月18日下午2点竹心之家岁末感恩音乐会。24号下午3点恩典永流见证音乐会。下午5点半平安夜爱宴一家一菜。24号晚上7点平安夜平安礼拜，晚上8点平安夜报佳音。25日上午10点救主圣诞赞美礼拜。第7点，第2期幸福小组福音活动，雅歌幸福小组公园下午茶，在11月13日今天下午的2点，在郑永国长老峨眉府上哈。第2个好所在幸福小组11月16日礼拜3晚上7点，在生活美学。本周关怀小组共同代祷事项，为教会第2期幸福小组福音行动，上帝在 Best 心中动工，引领归主。2为圣诞节期系列活动预备工作，系列活动11月份开始，愿上帝得荣耀，主名被传扬。为受邀参加各项聚会的慕道亲友代祷。3疫情之后，兄姐回归教会，恢复教会生活。以上，请牧师补充。明年咱的新春有较早，所以呢，咱的会员和会呢会较早来举行，是定伫1月15，所以这时间请咱大家安尼会当拨出来参加吼。咱现在同工嘛安尼真努力啦吼，就是讲。就这提早来准备这所谓会员和会手册内容吼，那所以咱已经有这个事工的小组，请各个事工小组你咱提早来作业。那1月15要来举行咱就定期会员和会，安尼办煞咱就安尼较清彩吼，好过年。所以这得提早来作业，所以无管是会计，还是讲咱的明年事工的计划。这拢要提早来进行所以请咱各事工小组会当开会邀请牧师参加恁的会议啦吼，咱共同来拟定明年咱的事工。那共款迄个咱的中级的防疫甲设立团结小组机构的首长就任，咱也是共款伫迄个1月15伫我好会中间来举行时间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集中伫迄个所在来办理。那伫现在这中间呢，咱有真侪这活动，这活动我看看吼，拢是咱各部门、各机构有这伊的计划来进行，有对儿童的，有对青年的，有对年长的吼。所以1月25吼，其实是对着社区这年长的吼，这个社区的人邀请伊来参加吼，这个音乐剧啦吼。所以这中间嘛有咱的对外整个福音的组织，毋若是一个庆典，互咱圣诞节嘛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真好机会。所以咱邀请咱的亲友，顶礼拜咱有讲到传福音的重要性，所以邀请咱的亲友伫这圣诞节的时阵，伊来参加逐场拢有逐场的特质特别的对象，咱邀请伊来参加每一场的这个
聚会。当然还佫有咱对咱上帝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娱乐吼，所以咱已经拟定各单位联合来做一个礼拜赞美礼拜，佫有报佳音。我遮一寡朋友讲，恁教会有报佳音无？足想要参加的吼。我讲有啦，会当来参加。所以嘛会当咱今年报佳音较特别，对着从暗顿开始，然后平安礼拜，平安礼拜嘛是希望会当对来参加的人对应一个替来祈祷吼，来恳求平安。所以呢，遮足侪咱所有遮圣诞节吼，咱为着这所有筹备甲邀请的人来祈祷，透过这个机会呢，咱会当来传福音吼。这是咱伫这个差不多后礼拜开始呢，就真正这个活动聚会来安排吼。估计上帝甲咱3个人做伙。今日代表教会特别特别欢迎咱陈信祥牧师。我伫台北的时阵，伊是阮真好这长辈，常常安尼看到伊的时阵，就感觉有一个年长的前辈伫遐吼，安尼真大的帮衬，真大一个鼓励，所以今日也真欢喜来到阮的中间来做这个礼拜。伊是咱林英杰吼，听讲共教会最主力2的熟悉到即阵啦吼，安尼所以这也是欢喜的一个组织。陈牧师虽然是来募款吼，咱也用拍扑仔来欢迎。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395首，至上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之爱，以及圣神的感动，感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时到伫永世大不尽。阿门。